美國向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，引發金融市場波動，港股一度下挫近300點。美國突然以巡航導彈攻擊敘利亞空軍基地，帶出市場預期之外，憂慮地緣政治風險升溫。港股今朝早低開之後，跌幅隨即擴大，最多跌接近300點，一度失守24,000關口，之後跌勢喘定，中午收市報24,137點，跌136點。騰訊、匯控同埋中移動等等嘅重磅藍籌股中午收市都偏軟，不過石油股就有支持，三桶油逆市做好，中石油中午收市升超過2%。軍事行動啦，咁會係令到嗰個風險增加嘅，咁所以有啲投資者啦，慢慢會將嗰啲錢轉移去啲安全嘅地方。咁但係我相信呢個咁嘅軍事行動唔會太長嘅，咁過去嚟講亦都唔會話影響嗰個市場好深遠。我相信個市場應該會好快脆揾到個支持點。地緣局勢緊張下，資金流入黃金、石油以及日元等資產避險。現貨金曾經逼近每盎司1270美元，觸及近5個月高位。憂慮石油供應將受到影響，油價曾升超過1%。至於美元對日元就曾經跌至110水平邊緣。無線電視記者曾希文報導。恒生指數最新係報24,138點，跌134點，總成交538億幾。國家主席習